如果你认为每天走路就足以保持身体健康，七七，你错了。这就像你用手电筒给手机充电，永远充不满。你看到电量在动，你以为有在充，但其实根本达不到需要的功率。很多人以为只要每天出门散步，走个几千步，在公园绕个几圈，身体就会维持强壮。但残酷的真相是，60岁之后，你的身体已经不再对这种轻度活动产生强烈反应了。为什么？因为肌肉的生长需要的不只是活动，而是足够强度的刺激，走路的刺激强度。对年过60的身体来说，已经太温和、太轻微了。它根本无法触发肌肉重建的生理机制。你的身体很聪明，它只会在必要的时候才投入资源去修复和强化肌肉。而走路这种低强度运动对他来说并不必要。结果呢？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没力气，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扶着桌子，上楼梯必须紧抓着扶手，推开一扇稍微重一点的门，都让你感到吃力、气喘。弯腰捡个东西，站起来的时候头晕目眩，拿着菜篮走回家，手臂发抖。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其实是你的肌肉正在快速流失的警讯。更可怕的是什么？当你失去肌肉力量，跌倒的风险会大幅增加，而一旦跌倒，骨折、卧床、并发症、失去自理能力，这些连锁反应会像骨牌一样迅速倒下，彻底夺走你的独立生活能力。这不是恐吓，这是每天在医院里发生的真实故事。我看过太多原本健康的长辈，就因为一次跌倒，人生从此改变。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一切是可以改变的。你不需要去健身房，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不需要年轻人的体力，只需要2个简单但科学的动作，每天10分钟就能重新启动你的肌肉系统，让你的身体重新变强。请把这支影片看完，因为如果你现在跳过，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自己一天天变弱，以及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扭转这一切。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以便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请输入数字0。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肌肉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肌肉的生长依赖一个科学上叫做机械转导的机制，听起来很复杂，对吧？其实概念非常简单。想象你的肌肉是一颗充电电池，如果你只是轻轻碰它，摇一摇，电池不会充电。你需要接上够强的电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让它真正充饱。走路就像是那种微弱、断断续续的电流，它能让你的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变好，心肺功能维持，这些都很重要。但对肌肉纤维来说，这个刺激的强度远远不够。你的身体会想，这点压力我轻松应付，不需要变强。于是它不会启动肌肉生长的机制，而有阻力的运动，像是推、拉、蹲、撑，就像是那股强劲、稳定的电流。这些动作会对肌肉纤维施加明显的压力，让肌肉纤维出现微小的损伤。别担心，这是好的损伤。然后你的身体会发出信号，这个压力很大，我需要变强才能应付。于是肌肉就会开始修复、重建，变得更粗、更有力量。这就是为什么2个同样70岁的人，一个每天只是散步半小时，另一个每周做3次阻力训练，几个月后，他们的体能会有天壤之别。散步的那位可能还是需要人扶才能起身，而做阻力训练的那位已经可以自己提着重物上楼。但好消息是什么？
你不需要去健身房，你不需要复杂的器材，你甚至不需要走出家门。接下来我要教你的2个动作，只需要一面墙、一张椅子，就能启动你身体深层的肌肉重建机制。而且这些动作经过精心设计，非常安全适合任何年龄、任何体能水平的人开始练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第1个动作。这是我称之为推墙推退时光的运动。听起来简单，但它的效果会让你惊讶。很多人做了1个月之后回来告诉我，他们终于感觉到自己活过来了。如何正确执行？首先，找一面坚固的墙，确保墙壁稳定，前方没有障碍物。站在距离墙壁1只手臂掌的地方，伸直手臂，手掌刚好碰到墙，这就是正确的距离。双脚与肩同宽，脚尖朝前，双手放在墙上，手掌张开，位置与肩膀同高，手指微微分开，像是要抓住墙面一样。现在深吸一口气，收紧你的腹部核心，想象有一条线从你的头顶往上拉，让你的身体保持一条直线。慢慢弯曲手肘，让身体靠近墙壁。注意，手肘要往身体两侧打开，角度大约45度，不要完全贴紧身体，也不要张太开。保持背部挺直，不要塌腰，也不要耸肩，肩胛骨自然往中间靠拢。当你的脸快要碰到墙壁的时候，大约距离10公分左右，停住1秒钟，感受你的胸部、肩膀、手臂后侧的肌肉正在用力，然后用力推墙，把身体推回原来的位置，直到手臂完全伸直。推的时候慢慢吐气。这是一次完整的动作，做8到10次位一组，休息30秒到1分钟，再做第2组、第3组。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吃力，手臂发抖，这是正常的。如果太难，你可以站得离墙近一点，减少身体的倾斜角度。如果觉得太简单，可以站远一点，或者动作放慢，增加肌肉承受压力的时间。这个动作在训练什么？推墙运动看似简单，但它同时启动了你上半身的多个关键肌群。首先是你的胸大肌，也就是胸部的肌肉，这块肌肉负责所有推的动作，像是推门、推购物车，从床上撑起身体。然后是你的三角肌，肩膀的肌肉，强壮的肩膀让你可以举手拿高处的东西，穿脱衣服都更轻松。还有肱三头肌、手臂后侧的肌肉，这是很多长辈最容易忽略的部位，但它对你能不能撑起身体、推开重物非常关键。最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启动你的核心肌群、腹部和背部的深层肌肉。强壮的核心是所有动作的基础，它让你保持平衡，保护脊椎，预防跌倒。更重要的是，推墙运动会重新唤醒你的神经肌肉连结。什么意思？随着年龄增长，大脑和肌肉之间的沟通会变慢、变弱，就像电话线老旧了，讯号变得断断续续。而阻力训练就像是在重新铺设电话线，让大脑和肌肉之间的联系变得更清晰、更快速，反应变快了，平衡变好了，跌倒的风险自然降低。实际效果如何？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陈阿姨71岁，住在台北大安区。她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说，她最近推门都会觉得肩膀痛，像是有人在里面拉扯一样，晚上睡觉翻身也不舒服，常常痛到醒来。她已未逝50，肩复发，很担心。我检查之后发现，其实是她的肩膀和胸部肌肉太弱了，导致关节承受过多压力。我教了她推墙运动，每天早上做3组，每组10次，不用多，但要每天做。第1周，她说感觉肩膀更酸了，我告诉她这是正常的，
是肌肉在适应。第2周，他说酸痛减轻了，动作变得比较顺。1个月后，他开始觉得推门变轻松了。2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声音里充满了惊喜和感动。他说：“医生，我现在推门完全不痛了，而且我发现我可以自己提1大袋米回家，以前都要请管理员帮忙。晚上睡觉也不会痛醒了，整个肩膀感觉松开了，呼吸都顺畅很多。”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我的身体又回来了，我还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还可以变好。”那一刻，我看到他眼眶泛红，这就是阻力训练的力量。它不只是让你变强壮，更重要的是，它让你重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重新找回失去的信心。推墙运动会打开你紧绷的肩膀，让你的背部更挺直，胸腔更开阔。当你的姿势改善了，肺部有更多空间扩张，你会发现自己呼吸得更轻松、更深，氧气供应更充足，整个人的精神都会变好。而且这个动作会持续刺激你的本体感觉和反射神经，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敏捷、更稳定、更不容易跌倒。这不是魔法，这是科学，这是你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能力，只是沉睡太久，需要被重新唤醒。在你开始练习之前，让我提醒你这几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样你会做得更安全、更有效，也更不容易受伤。第一，呼吸非常重要。很多人运动的时候会憋气，这是很危险的。憋气会让血压瞬间升高，对心脏造成负担。正确的方式是，当你身体往墙壁靠近，手肘弯曲的时候，慢慢吸气；当你用力推墙，把身体推回去的时候，慢慢吐气。这样的呼吸节奏可以帮助你稳定核心，让动作更流畅，也让氧气供应更顺畅。第二，姿势要正确。很多人正犯的错误有几个。第一个是手掌张得太开，超过肩膀很多，这会让肩关节承受过大压力，容易受伤。记住，手掌与肩同宽就好。第二个是耸肩，肩膀往上提，这会让颈部肌肉过度紧绷，做完反而脖子酸痛。记住，肩膀要放松，往下沉。第三个是塌腰或者驼背，这会让脊椎承受不正常的压力。记住，从头到脚想象成一条直线，核心收紧，身体保持中立。第三，速度不要快，这不是比赛，这是一趟恢复之旅。慢慢来，感受每一次肌肉的收缩和伸展，一次完整的动作至少要3到5秒钟，质量比数量重要得多。急着做很多次，姿势跑掉了，效果反而不好，还可能受伤。第四，如果你有特殊状况，请先咨询医生。如果你有肩膀或手腕的，就伤肩关节脱臼过，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最近做过上肢手术，开始运动之前，最好先问过你的医生。这个动作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安全，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记住，运动的目的不是让你受伤，而是让你更强壮、更健康、更自由。用对的方法，你才能走得长久。现在，让我们来做第二个动作。这个动作我称它为自由的测试。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你想知道自己还有多年轻、多健康、多独立，有一个最简单的测试方法，试试看能不能不用手扶，从椅子上坐下再站起来。这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对很多长辈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很多人站起来需要用手撑桌子、撑椅子、扶手，甚至需要别人拉一把。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代表了你的独立生活能力。如果你无法自己站起来，
你就无法自己上厕所，无法自己穿衣服，无法自己煮饭，你的自由、你的尊严都会慢慢流失。但好消息是，这个能力是可以训练回来的，而这个挑战正是你重建力量的最佳起点。如何正确执行？找一张稳固的椅子，高度大约到你膝盖的位置，不要用太软的沙发，也不要用有轮子的椅子。站在椅子前面，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微微朝外，大约呈11点到1点钟方向。双手可以先放在胸前交叉，或者往前平举，保持平衡。现在想象你的臀部后面有一张隐形的椅子，你要往后往下坐，慢慢弯曲膝盖，让臀部往后推，往下降。膝盖的方向要跟脚尖一致，不要内夹。上半身微微前倾，但背部保持挺直，不要驼背。慢慢坐到椅子上，轻轻碰到椅面就好，不要整个重量压下去。然后这是最关键的部分，不用手扶，直接用腿部的力量把身体推起来。想象你的脚掌在推开地板，臀部和大腿用力，把身体往上往前推。站直之后，膝盖不要完全锁死，保持微弯。这是一次完整的动作。刚开始，如果你站不起来，完全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指轻轻碰一下椅子扶手，给自己一点支撑，但目标是慢慢减少手的帮助，最终完全不用手。做8到10次为一组，休息一下，再做2到3组，每周做3到4次。如果想要挑战自己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太简单了，有几个方法可以增加难度。第一，使用更低的椅子，或者在椅子上放一本厚书，让你要蹲得更深。第二，在站起来之前，悬停在椅子上方几秒钟，不要真的坐下去，这会大幅增加肌肉承受压力的时间。第三，动作放慢，坐下用5秒，站起来用5秒，慢速训练的效果更强。这个动作在训练什么？作战运动是一个全身性的动作，它启动了你下半身完整的肌肉链，从你的脚踝、小腿的比目鱼肌、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大腿后侧的腿后肌、臀部的臀大肌，一直到核心的腹肌和背肌，全部都在工作。这不只是练肌肉，更是在训练你的身体协调性、平衡感，以及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功能性动作，从坐到站的能力。而且这种大肌群的复合运动会刺激身体分泌天然的生长激素和异固酮，女性也有，只是量少，帮助你的肌肉恢复得更快更好。研究显示，持续进行作战训练的长辈，不止腿部力量增强，连骨密度都会改善，跌倒风险可以降低30%到40%。真实案例呢？王奶奶68岁，住在新竹。她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从诊间的椅子上站起来，需要用双手撑，而且每次都很吃力，脸长红，气喘吁吁。她跟我说，她最害怕的就是一个人在家上厕所，因为每次从马桶站起来都很困难，她很担心有一天会跌倒，爬不起来。这种恐惧让她不敢多喝水，结果常常便秘，泌尿道感染，形成恶性循环。我教了她作战运动，一开始她用手指轻轻扶着椅子扶手，第1周她只能做5次就累了，第2周她可以做到8次，第4周她开始减少手的支撑，6周之后她再来复诊。我看着她从诊间的椅子上站起来，没有用手，轻轻松松，脸不红，气不喘。她看着我，笑得像个孩子，眼睛发亮。她说：“医生，我现在不怕上厕所了，我可以自己站起来，不用担心跌倒，
我终于可以放心的一个人在家了。然后他说了这句话，我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那一刻，我知道他不只是找回了腿部的肌肉力量，更是找回了他的独立、他的尊严、他的自信。这就是作战运动的力量，它让你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让你可以自由的生活，自由的移动，自由的做你想做的事。运动很重要，但你知道吗？肌肉真正生长的时候，不是在你运动的那10分钟，而是在你休息和进食的时候。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关键。让我告诉你3个营养和休息的黄金原则。第一，吃足够的蛋白质。蛋白质是肌肉的建材，如果你不给身体足够的材料，它怎么帮你重建肌肉？很多长辈吃得很清淡，觉得年纪大了不需要吃太多肉，但其实年纪越大，身体合成蛋白质的效率越差，你反而需要吃更多的优质蛋白质。什么是好的蛋白质来源？豆腐、豆浆、毛豆、植物性蛋白质，温和、好消化。鱼肉富含 Omega-3，对心血管和大脑都好。鸡蛋完整的蛋白质，而且便宜又方便。鸡胸肉、鸡腿肉脂肪少，蛋白质丰富，每一餐都是煮，加一点蛋白质。早餐吃颗蛋，午餐加块豆腐，晚餐吃点鱼肉，不需要吃很多，但要稳定的吃。目标是每公斤体重至少吃1克蛋白质。如果你50公斤，一天就要吃50克蛋白质。第二，喝足够的水。很多长辈不喜欢喝水，因为怕频繁跑厕所，尤其是晚上。但水分对肌肉来说非常重要。肌肉里有70%是水，如果你脱水，肌肉会变得僵硬，容易抽筋，恢复变慢，也更容易受伤。而且水分不足会让血液变粘稠，增加血栓风险，也会让代谢废物排不出去，累积在体内。怎么喝？每天至少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不要一次喝一大杯，而是分次小口小口的喝。早上起床喝1杯温水，启动身体。每次运动前、运动后都要喝水。如果怕晚上频尿，就把大部分的水集中在白天喝，晚餐后少喝一点。第三，好好睡觉。睡眠是最被低估的恢复工具。当你睡觉的时候，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这个激素负责修复肌肉、重建组织、巩固记忆。如果你睡不够、睡不好，再怎么运动、再怎么吃，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目标是每晚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晚上11点前上床，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深度睡眠阶段。睡前不要看手机，不要看刺激的新闻，让大脑慢慢放松下来。想象你的身体是一间修理厂，白天你让它工作，让它承受压力，制造好的损伤，晚上它才能启动完整的修复模式，把损伤的地方修好，而且修得比原来更强壮。如果你不给它时间修理，它怎么变强？这3件事，蛋白质、水分、睡眠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们和运动一样重要。运动给肌肉压力和刺激，营养提供材料和燃料，休息提供时间和环境，三者缺一不可，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好，现在你知道了2个关键动作，
也知道了营养和休息的重要性。接下来，我要给你一个清楚、简单、可执行的4周计划，让你可以一步步开始，不会迷失方向。第1周和第2周熟悉动作，建立习惯。这2周的重点不是做很多，而是把动作做对，让身体适应。每天选1个动作做，或者2个动作都做，看你的时间和体力。每个动作做2组，每组8次就好。组跟组之间休息1分钟，不要急，慢慢做。注意呼吸和姿势。如果觉得太累或者肌肉酸痛，多休息1天没关系。第3周和第4周增加强度，看见进步。如果你觉得适应了，动作熟练了，可以开始慢慢增加强度，把每组的次数增加到10次，或者多做1组，变成3组。也可以开始结合2个动作，早上做推墙运动，傍晚或晚上做作战运动。或者在同一个时段，先做推墙，休息3到5分钟，再做作战。建议的时间安排：星期1、3、5做推墙运动，3组，每组10次；星期2、4、6做作战运动，3组，每组10次；星期日完全休息。让身体充分恢复，每次运动只需要10到15分钟，10分钟换来更强壮的身体，更自由的生活。你可以在早上起床后做，唤醒身体；也可以在下午或傍晚做，活动筋骨，记录你的进步。准备1张纸、1本笔记本，或者用手机的日历功能。每次做完运动就打个勾，写下日期，做了几组，感觉如何？打勾代表什么？代表你正在兑现对自己的承诺，代表你正在重建自己的力量，代表你没有放弃，你还在努力。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当你看到1周、2周、1个月的勾勾累积起来，你会看到自己的改变，也会更有动力继续下去。而且，当你偶尔想偷懒的时候，翻开笔记本，看看自己已经坚持了多少天，你会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到这里了，不能放弃。这就是记录的力量。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能举多重、跑多快、做多少伏地挺身，真正的力量在于你每一天都愿意站起来，在于你愿意照顾自己的身体，即使他已经不如年轻时那么听话，那么有力，在于你相信无论几岁，你都值得拥有更强壮、更自由、更有尊严的明天。我行医这么多年，看过太多长辈因为肌肉流失、体力衰退，最后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也看过很多长辈在60岁、70岁甚至80岁重新开始运动，慢慢找回力量，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你愿不愿意为自己做一点改变。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把它分享给你关心的人，你的父母、你的长辈、你的朋友、你的邻居，让更多人知道60岁之后还有这么多可能性，让更多人知道变老不等于变弱，只要方法对了，你随时可以变强。如果你愿意开始，请在留言区写下"我今天开始"这4个字。这4个字是你给自己的承诺，
也是你改变的第一步。而当你写下这4个字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还有成千上万个人和你一起在这条路上努力，在这条路上变强。因为每一个动作都重要，每一次呼吸都算数，而你也值得更强壮的明天。